嘛，讲台湾人真爱食火锅，讲这个台湾的火锅市场一年的商机超过300亿，所以火锅店是一直开。最近这7年来，火锅店就升点7成。台北美食月开始了，嘛专工选出着前20名的火锅店。 台湾火锅的口味百款，下班要食倒一间，迄道正港排选。毕竟就一个巴肚，实在抵袂落。选袂了的火锅到底倒一间才是上好食？台北美食月邀请到美食家评审团，竞出20间的火锅，有四川成都贵咸水大咸的火锅。我们跟它完全不一样，我们是纯牛火锅，黄喉、毛肚跟鸭肠，这是四川麻火锅精髓。 有马来西亚的白胡椒地道火锅，用金华火腿、猪大骨、鸡骨加下去熬煮的。那我们大火熬煮，把高汤熬成乳白色的高汤，那再加上我们特有的马来西亚白胡椒。也有这间火锅特别用心的创意，9宫格拼盘是我们完全针对正宗麻辣锅去做设计的。手工的炸酥肉，它是选用猪的这个后腿肉，俗称是猪的老鼠肉，因为麻辣锅里面还特别加入了我们的高粱酒还有红油去做炙烧。他端出来的冰品让我们3个评审都大吃一惊。他说：“我觉得他光是这个芋头，他不卖火锅，光靠这个芋头做芋头冰都可以大发利市。” 台湾火锅的商机一年四季拢真旺，火锅一年商机来到300亿，连锁业超过4成是火锅业。火锅市场7年来成长率来到70%，今年加上家庭的火锅店总数破万间。 伫实在成本大概3成到4成的竞争中，是要安怎拼出头呢？今年尤其是百货公司以及所谓的一个购物中心大量的在全台各地开幕。那这个时候呢，对餐饮业来讲，其实引进火锅有一个很好的即刻效果。那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很多像这样的形态，例如说可能主打像和牛或者是一些比较特定的麻辣锅底，甚至是可能是所谓的一个顶级食材单点。那在百货公司当中，它在进驻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不错的对应的品牌选择。四汤头特别出风头，也是肉片。 也人甜甜，或者是要服务别人无。台湾人拢爱食火锅，倒一间火锅上好食，大家心内拢有排名。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